林宜林到底是受了多少委屈而有这个决定呢？来到灵堂内，曾家长辈们神情凝重，无法接受这个遗愿。不入牌位，那怎么行？女人嫁进来就是这家的人，哪有不公的道理？在一片的争论声中，这时一道声音打破争执：阳光礼仪来处理这场特殊的告别式。原来是林宜林在她生前找过阳光礼仪签订生前契约，而他们按照了林宜林的遗愿，规划一场告别式，不设灵位，不公祭，不加祭，并且送她去大海，让她在浪潮中重获自由。我这辈子做过最勇敢的事，就是不入这个牌位。这句话他没能亲口说完，但他用自己的方式完成了这场告别。有些人活着的时候没有选择，但至少在最后选择了自己想走的路。阳光礼仪有生前契约签订，可以客制化你的告别式，不用担心你的身后事与你的理想不同。